聖大病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白明奇教授長期親近關心失智的照護，推動失智友善的醫療環境，對就醫的流程到醫病溝通全面來優化，希望會用有效降低患者的焦慮、壓力不安，提升整體就醫品質。成大醫院失智症中心，我們致力於提供失智症個案的一個照護。那我們的失智症個案可以透過就是我們的社區來做篩選。如果就是在社區裡面懷疑有失智症的個案，就是歡迎轉介到我們成大醫院失智症中心的共照中心。我們的個管師會幫個案來做綠色通道的服務，從掛號、看診，然後到後續的一個就診的追蹤，都會做非常密切的一個連結。然後希望也能夠讓個案還有就是的生活品質更好，減輕家屬的負擔。另外，在阿茲海默症的治療，隨着去年新藥的推出，過去伊着症狀的控制，現在邁向疾病修飾的治療。只要在失智程度的初期或者是早期，透過抗類澱粉蛋白的藥物，會用有效減少後續的退化。目前這個治療阿茲海默症的新藥，就是這種我們叫做抗類澱粉蛋白的新藥。那像這一類的藥物，其實就是如果今天它這個失智的程度，就是在比較初期、比較早期的程度，趕快用藥物來加以使用，其實是能夠有效的去減少這個病人後續的一個退化。它能夠很有效的去清除類澱粉蛋白，讓這個個案的一個認知功能不要再繼續變差。那其實這樣子對於個案後續的生活品質，還有這個家屬的一個照護的負荷，都能夠有效的獲得一個緩和。聖大病院表示，記憶的退化常常變誤認是正常的老化現象。不過，失智症其實是會當早期發現並且介入的疾病。對去年中到今年5月，聖大病院失智症中心已經有60位的民眾接受新型抗類澱粉蛋白藥物的治療，領先全國。其中有1位病人已經達到完全清除類澱粉蛋白的標準，會用個體證來結束單株抗體的治療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